現實殘酷男團 Mirror 首登媽媽舞台，代表香港為港爭光，連日來集洪荒之力彩排，隊長樂命都話出盡全力。但殘酷嘅黃牛飛行程就揭示咗一個事實，佢哋嘅市場價值竟然比韓流天王同周潤發差成幾條街。男團 Mirror 被委以重任，以香港代表身份成為2025 Mama Awards 首場28日嘅表演嘉賓。12子連日來積極備戰，隊長樂命明言演出對佢哋別具意義，全員將出盡全力。姜濤留言話：累但心不累。Anson 老牌冇排到脫妝，連休息時間都要索汗。呢份為港爭光嘅熱誠值得肯定，但開 show 前流出嘅黃牛飛行程就狠狠咁反映咗本土姜同韓流巨星之間嘅巨大差距。觀乎雲集最強韓流嘅第二場29日，出席名單包括韓流天王G-Dragon、aespa 以及港星周潤發同楊紫瓊擔任頒獎嘉賓。根據流出嘅數據，29日門票嘅炒價竟然比28日場次高逾10倍。其中28日中價飛原價1299元至1699元，只係賣貴約100元至300元不等，明顯跌價。但29日嘅中價票原價1499元，則炒到2300元。最誇張嘅係28日最貴門票原價2599元，最高炒至8900元。但29日竟然飆高近乎1倍，索價16000元。呢個差距無疑係對 Mirror 市場影響力嘅一次殘酷考驗。雖然 Mirror 喺本土市場有姜濤聖誕 show 秒殺門票嘅實力，但喺面對國際盛事時，香港藝人喺價格號召力方面仍然需要面對現實。Mirror 為咗媽媽付出咗100%嘅努力，但黃牛飛嘅價格就反映咗市場嘅殘酷現實。喺國際舞台上，本土精神要贏得國際市場價值，仲有漫長嘅路要走。你哋覺得香港藝人可以點樣縮窄呢個價格鴻溝？你哋會唔會因為 Mirror 代表香港而願意支持佢哋嘅場次？快啲留言話我知你點睇，邊個留言最真情流露，我會置頂做精選。記得讚好呢條片同訂閱我個頻道，一齊追蹤最新娛樂動態。